唱出你的心声。用我的掌声，鼓励着你的歌声。因为人厝的歌，朋友嘛过来听。咱厝的歌，天气嘛过来看，愈唱愈好听。唱出咱心声，音乐来唱歌拼输赢，音乐来唱歌拼输赢。唱歌拼输赢，愈唱愈出名。各位乡亲，各位厝边头尾兄弟姊妹，大家暗暝好。各位现场朋友，各位电视机头前的观众朋友，大家暗暝好。这搭了是民生上好卡，唱歌拼输赢。嘛，大家愈唱愈出名。大声的，小孩的，我甲你讲，今仔日是大生队的天下。今仔日进去了，咱这个月的这个总决赛啊嘛，对吧？俄冠军赛，嘿这个大声队吼嘿，高唱凯歌，今仔是俄冠军赛，全部去是大声队。是那赶紧将咱今仔的四位实力派的歌手给请出来，有请四位神闪亮登手。场。有没有看到？我快点吧。小燕，今仔这个总数，今日真系规伤长给揪起来是。本来就是安尼，其实阿姐看到小燕是这款的这个形象来出现的吼。是。在座的观众朋友、评委老师，大家暗暝好，我是联合选手阿燕。阿燕，小燕子。是。大家暗暝好，我是西河选手四海。西河选手四海。各位朋友好，我是10号选手小林。小林，大家暗暝好，我是4号选手吴淑琴。吴淑琴，观众朋友，顶几礼拜这个唱歌表演有看无？有看吼，咱今仔就赶紧过来猜一摆，这四位内面到底倒一位最有可能有法夹到咱今仔的俄冠军？手机啊，甲伊举起来哦！手机得胜922，加上你选中的这个俄冠军的这个号码发送到1062。888对了，10628882记得哦，因为阮会从下礼拜这个初赛从中来摇出一位幸运的观众，这位幸运的观众朋友可以夹到一份大礼，就是由泉州泉武商庙提供的价值2188块的山水抽油烟机真赞哦！是，来先老张来准备比赛，来为大家介绍咱上届专业的评委老师。首先要介绍的是金门艺文交流协会这个周道老师，欢迎周道老师。再来介绍的是泉州市音乐家协会名誉主席王鼎南王先，欢迎王先。再来是咱唱歌拼输赢第2届的总冠军黄雅诗雅诗，欢迎3位，欢迎咱杨真老师啊，欢迎谢谢牛所有观众朋友，欢迎各位。是。咱的节目特别感谢中国民生银行泉州分行的大力支持，感谢卫斯酒队，感谢宜家中社。是。今日冠军到底我夹到什么奖品呢？晋江龙金名地地球1份，川宁电动车行提供的电动车1只，电动车，川亚智能消毒违规1台，香港康基福建总代理自化水机1只。招西庙园庙业商行德国原装二定格啤酒1份，民生上好卡唱歌拼输赢，愈唱愈出名，马上进入第1轮决赛丝巾1第1轮，4名选手以抽考为式，演唱一遍歌，由评委拍分，前2名暂时晋级，后2位台定。首先要欢迎的是咱的2号选手小燕，参赛歌曲是《无言花》。你我哪会这无缘？离开了后，才来思念，亲像一蕊无言花，点点来开，点点随，一暝花开的香味。满目的稀微，你敢有听见花声落土破碎？是啥人的心
你敢有听见花谢啦落土破碎，是啥人的心肝？听见花谢啦落土破碎，是啥人的心肝？你敢有听见花谢啦落土破碎，是啥人的心肝？他们的表情是什么意思？因为一句唔对。小燕，小燕，你是不是会紧张？我的头顶上在冒汗，头顶发麻了，对不对？不过没有关系啊，去了几年。看你讲话我根本混了去啊！是啊，咱评委老师好也分数嘛出来啊呢。来，这是头一轮的，咱先看你分数。嘿，来95.20分，95.80分，94.70分。柯小燕在这个阶段平均分数是95.23分。好，谢谢小燕。马上迎接的是4号选手思海，参赛歌曲是坚持。头前的路，不知偌长偌呢苦，看袂着，行着一步算一步，雨水若落，已经压淡阮衫裤，一阵风。只是予阮的心更加坚强，成功的袂晓，不知有偌多苦楚。阮选择的路，一定坚持到成功。坚定的心伴阮向前行，请你会记着阮的名。有人出世着好命，阮是用命来打拼。不惊失败，慢慢向前行。阮命不是天注定，只要用心来打拼，一定唱出阮的名。坚定的心伴阮向前行，请你会记着阮的名。有人出世着好命。阮是用命来打拼，不惊失败，慢慢向前行。阮命不是天注定，只要用心来打拼，一定唱出阮的名。咱叫大声来学一比动作，对不？大声舞蹈讲对也好的啦。唔好啦，嘿，你讲迄个吗？唔好啦。走。好，预备看分数。来，四海的分数是95.60分，95.40分，95.20分。四海平均分数是95.4分。好，谢谢。谢谢。马上迎接的是咱的10号选手田小林，参赛歌曲是《梦话想你》。犹原是冷冷的暗暝，异乡的城市，一个人不知对倒去，徘徊在路边。生分看经过日子，拄了想你，一个人分解人人的稀微。心爱你敢知意？你的名，热恋的迄条歌，阮思思念念你温柔的形影，无色彩的生活，烧酒杯孤单，流浪他乡忍受时间的折磨。月娘啊，请听惜阮心声，痴情男女永远也袂变卦。无缘分做阵行，相无心惊吓，抬头望月想你。你的名，热恋的迄条歌，阮思思念念你温柔的形影，无色彩的生活，
烧酒杯孤单，流浪他乡忍受时间的折磨。月娘啊，请听惜阮心声，痴情男女永远也袂变卦，无缘分做阵行，相无心行兄，举头望月。来，考你分数，95.60分，95.30分，95分。电小林平均分数是95.30分。谢谢。来，再来介绍的是今仔的最后一位选手，12号选手苏琴参赛歌曲是《乌色吉他》。为着生活来到拍步来唱歌，手带着我上爱的迄支乌色的吉他，带着3分做1分钱的感觉，唱着一首一首的情歌。舞台顶闪闪烁烁的风灯照着我，嘛照着一对一对男男女女的轻影，看因踏着优美缭乱的舞步，随着我的琴声，我的音乐在变化。伊敢是甲阮同款有感慨，也是有心事想要讲予人知，笑着烧酒，甲悲伤吞落腹肚内，随着音乐热情的节奏来把嘴灵魂上听的所在。爱阮的歌，忧愁的歌，阮唱嘛唱袂煞。一暝唱甲天光，我不知咧唱啥。孤单的歌，伤心的我，要唱予啥人听？只有啉酒的人伊上了解我。只有听歌的人，因上知影。只有去记乌声的吉他，永远陪阮行。谢谢。而且咱会看在苏琴的分数，95.50分，95.40分，94.90分。苏琴平均分数是95.27分。哦，来，有请咱今仔所有的选手上台，女王林曼姐，小叶女王又出女现了。王陛下，哎呦，哇，你今仔这服装真正有够夸张的啦！按你吼，咱这先来听一摆评语老师的点评，好是吧？来，苏海这首歌一开始入去 A 段，在整个低音频徘徊的时候非常好，因为我感觉这首歌上歹唱就是头前迄个假音的部分，有真侪人拢假袂落来。但是我跟你讲，你要进入副歌，当你 A 段进入到副歌，规个要压起来，当中那个情绪你要去做那个阶梯，这个过程当中一定会有一个铺陈，哦，一定会有一个堆叠，所以你要去注意这点。哦，苏海你非常不错，你加油！好，谢谢。小人是注意榜上也抒情的歌手，哦，抒情歌手咱唱歌榜上是也无法过，包括是舞蹈，或者是器乐演奏。榜上是艺术最大的要求，你榜上，但是榜上有伊紧张不足。另外就是你榜上的歌，就看伊内容，这烧酒配孤单，哦，放内容，但是伊管笑嘻嘻，玩笑嘻啦，就攞孤单来个笑嘻啦，这个调侃呐，有点调侃，但调侃也没关系，但是你这个歌内容跟这个声音要些变化，这一点要注意。那我想要说一下12号抒情吼，今仔日我看到这个歌单以后，我看到你选择的歌曲吼，皆是一个难度也搁悬的歌哦，所以说我也搁期待你咧演唱的时做一个效果。然后你头摆一个出场的时做，唱这个乌色吉他，规个画面非常的好看哦。但是说，我感觉你一个高音的部分吼，皆无啥起气。所以说，我感觉你伫接落来这个规首歌演绎当中吼，得个加强这个气势啊，更较足淡薄，应该较好。
而且，那么咱4位选手到底倒两位可以暂时进去，倒两位就暂时台顶呢？暂时进去的是，请看咱的大4屏幕。号选手、10号选手林小林，恭喜两位！因为第二轮的这个剪掉就是恁两个来的。对，嘿，民生相好卡，唱歌拼输赢，愈唱愈出名。马上进入第二轮。第二轮暂时进去的两位选手以投靠为4，演唱一边半的歌，由评委加排得分前1位暂时进去，后1位台顶。是，来，首先要请迎接的是咱的这个4海要参赛的歌曲是。爱一首歌，想要为你唱一首歌，歌声永远袂变歌。这首歌代替阮唱山，这款爱的心情，特别想要唱歌。爱这首歌唱予你一个人听，不知你敢有听出阮心声？回头看才知一条感情线。早已经将你放在心肝，爱这首歌你要唱予谁来听？我伫这等你歌声来作伴。你爱我，我爱你的这首歌，亲像雨风拢做袂散。对待用心感觉，有你的手做靠山，酸甜苦涩两个人担，只要牵你的手，永远不惊孤单。第二轮 PK 选手10号陈少林，咱恁的歌。你人生行到这，地位亲像山，才知新鲜也孤单。生命越头看，风云起变化。谁知雨水掺花的歌？是啊，阮呀，总靠双手家己拼。他乡路找无故乡名，孤单行，为着一顿白米碗，镜头双边担。故事路，抱阮今日行，笑过去，伤心找无所在行。一生风雨，什么才一个答？一支查某人的歌，他乡路，找无故乡名。孤单行，为着一顿白米碗，镜头双边担，故事路，抱阮今日行，笑过去，伤心找无所在行，一生风雨，什么才一个答？一支查某人的歌。那么
么两位呢，其中有一位可以暂时晋级，那么暂时晋级的呢，就得到最后一轮的时阵，再来拼这个冠军的比赛。哎，台顶的这位就等下到第4轮，佮拼了一摆，才有机会来参加咱的冠军赛。对。来，那么这轮呢，咱是请咱的评委老师来加牌决定。哦。你支持的是咱的4号选手思海，还是10号选手小林？来，评委老师，请加牌。10号一票，10号一票，4号一票，所以晋级的是10号选手郑小林。民生上好卡，唱歌拼输赢，愈唱愈出名。马上进入第3轮。第3轮，第一轮台顶的2位选手以抽考为4，演唱1遍半的歌，由评委加牌得分最1名暂时晋级，后一位淘汰。哦，这轮就有淡薄残酷咯，因为1名选手将被淘汰，所以要离开舞台。是，那么迎接的那么迎接的是头一轮台顶的2位选手，首选是2号选手小燕，参赛歌曲是《望春风》。第3轮 PK 选手12号黄舒琴，无间花。你我哪会这无缘？离开了后，才来思念，亲像一蕊无烟花，点点来开，点点水。一面花开的香味，永远满腹的气味。你敢有听见花声若落土？破碎是啥人的心肝？你敢有听见？花声若落土，破碎是啥人的心肝？你敢有听见花声若落土，破碎是啥人的心肝？你敢有听见花声若落土？破碎是啥人的心肝？来，评委老师，2号还是12号？请加牌。12号1票，12号2票。2号1票，所以晋级的是咱的12号选手苏琴。恭喜苏琴！好，苏琴落场，谢谢。准备这个比赛。来
无代志，忙表现那作悲情，就对啊。无啦，卖悲情。我无干啦。我認為說，成敗乃兵家常事，有失敗才有成功。然後我也享受一個舞台，感覺享受，所以說，一擺實力無要緊，下擺再過來，手舉表示啊，等我。過來對吧？想啥？咱來這個舞台，當然咱是要吸取一個經驗，得到一個收穫，對不？所以咱請咱的評委，甲咱點評者，你想要請倒一位？倒一位？周老師、王老師還是黃老師？周道大哥。周道大哥。周道大哥，請講。唱《望春風》的時，你表現出那種少女的羞澀的那種感覺吼，安尼心內繚繚的感覺，你有表現出來。但是我今日無你真懸分數，無你過關，是因為你這首歌你有做節奏的變化。在節奏的變化的時，你千萬得記得，因為你為一個這種慢的歌要進入這種手恰的歌曲，你必須律動，一定要跟着做變化。所以阿言你會記得，什麼節奏有什麼款的唱法，什麼樣的節奏有什麼樣的律動感覺。阿言這方面你給我繼續加油，因為我看你兩擺啊，我看你一擺比一擺較進步，你非常可愛，加油！謝謝老師耶，小燕，小燕，蠟筆小新跟你說再見。哦，一定要再來喲 ！Yes， 再見，拜拜。好可愛，這個小燕子，希望伊無偌久就擱回來咱這個舞台咧。甘啦，希望真緊看到伊哈。面生上好卡，唱歌拼輸贏，愈唱愈出名。馬上進入第四輪。第四輪、第二輪台頂的一名選手，甲第三輪暫時晉級的一名選手，以抽考為式演唱一遍半的歌，由評委加排，最一名暫時晉級，後一位淘汰。第二輪上款是比較殘酷，因為上款有一名選手被淘汰，另外這個選手則個進入下面的這個爭奪戰。哦，所以會使進入到最後一關。是。那麼說來，馬上要迎接的是咱的4號選手思海參賽歌曲是唱歌給恁聽。對我的腰彈吉他到今嘛，唱歌來給人聽嘛，要幾十年啦。對啥物攏無會囡仔，變成一個受盡風霜的大人，佇個舞台頂表演，予人看，接受恁的哭仔聲，啊，毋知經過偌濟風雨的拖磨，啊，毋管別人安怎甲阮看，只要阮會當唱歌，伊就是阮的生命。阮要唱甲上大聲，我要來唱歌。雖然這條路是真歹行，只要咱唱甲上大聲，啥物攏嘛毋免驚。我要來唱歌。不管是出名也是袂出名，只要咱唱甲上大聲，天地攏嘛會知影，嘛會甲阮聽。雖然這個社會黑暗路歹行，但是我會認真用心，心相聽。只要有你鬥陣陪伴，永遠袂孤單。我要來唱歌，雖然這條路是真歹行，只要咱唱甲上大聲，啥物攏嘛毋免驚。我要來唱歌。不管是出名也是袂出名，只要咱唱甲上大聲，天地攏嘛會知影，嘛會甲阮聽。啊啊
咧唱歌。唱歌予恁听。第4轮 PK 选手12号黄淑琴，3暝3日。光线渐渐照入无开灯的窗，空空的酒杯装着满满的相思，你的形影随咧离开。但是我的心内求愿，拢是你。想你三暝三日，对头到尾甲你想一摆，明知也无彩工，风吹草动嘛心沉重。想你三暝三日，一点一滴安怎放袂记？予你带走的我的灵魂，就是随风乱纷飞。想你三暝三日，对头到尾甲你想一摆，明知影无彩工，风吹草动嘛心沉重。想你三暝三日，一点一滴安怎放袂记？予你带走的我的灵魂，就是随风乱纷飞。到底是倒一位可以暂时进去进入咱这个冠军的争夺战呢？还是另外一位就得离开咱的舞台？来，评委老师，请投票，4号还是12号？4号1票，12号1票，4号2票。所以进去的是咱的4号选手四海，恭喜四海！冠军争夺战，四海请落台准备。啊，苏琴。苏琴，我发现伊是一个好像憨厚的人诶。系啊，咱来听一位评委老师的点评，你挑选一位。拄则是雅思。哦，雅思来。你今仔选的歌曲好难度加较悬，嘿，那我感觉这种是一种阿好的精神呐，就是条件家己，但是说。拄是做咱咧比赛的时阵吼，因为按台顶吼，咱有阵会啊出现一个，比如说较紧张咯，气势会较浮起来咯。所以说，你平时咧选歌的时阵，一定伫咧你平时咧唱的时阵吼，就着选择迄种你感觉非常有把握的歌曲来唱。我感觉你伫咧选歌顶面吼，可以更较参详一下。好些，我希望说苏琴搁一摆，我到咱的舞台顶，好些无？好些。好了，来奖赏分享者，苏琴，谢谢。希望搁再等来，感谢。民生小好卡唱歌拼输赢，愈唱愈出名。马上进入第5轮。第5轮，第2轮暂时晋级的一位选手，甲第4轮暂时晋级的一位选手，以抽考为式演唱1点半的歌，由评委拍分，前一名是二冠军，后一位淘汰。劲大跑得远，绿嘉是首选，绿嘉电动车。唱歌拼输赢，愈唱愈出名。此刻特别推出小李大赛，小朋友，你若会晓唱闽南歌，赶紧提起电话来报名。报名电话22175520，到时会通知你来海参。关心闽南文化，就从囡仔唱歌开始。唱歌拼输赢，是听你动员歌痴梦。赶紧来报名，报名电话22175520。
中国民生银行，全球最大的小微企业服务银行。2005年，民生银行介入泉州，97%的贷款用于支持民营企业，53%的贷款用于支持小微企业，积累25万个客户关系，助力25万个事业发展。2012年，民生银行泉州分行再度起航，构建全新金融服务体系，与大泉州100万商户一起拼，一起赢。中国民生银行。浪漫自在的故事 ，EP 俱乐部。靓丽人生从选择艳艺女装开始，艳艺女装。韩版收腰西服，专业量身定做，圣马蒂男装。川野智能电子消毒协会6大功能，让全家人的健康更升一级。人生健康路，川野新呵护，川野智能电子消毒协会。生命河水终身响应，空气量子自化活水机。为庆祝万人旅频道开播5周年，从7月9号到9月3号，全州台4套每暗暝10点半推出第2季精品节目点播。全州老街古巷逐条扫巷巷，一只老街就一个故事，一条古巷就一个名人。听袂停的老街古巷，讲袂煞的名人故事。7月9号到9月3号，每暗暝10点半，并且锁定全州台4套，好看有桥，无看会看。全龄电动车带予你好心情，中邦电动车行。恒氏传媒，福建省广告行业1级企业。好莱坞美容美发艺术学校欢迎你，电话225881114。林水莲星梦工程，特别的临时加手放宽，天生快乐的学习环境，学员高频不断。星梦5班已经开课了，星梦6班开始招生中。28181288，28181288。林水莲星梦工程，好莱坞台中艺术会堂引入出品。浪漫自在的地方 ，EP 俱乐部。非凡尊崇尽在泉州世贸中心酒店。青瓜饼输赢，愈唱愈出名。世界特别推出小礼大赛，小朋友你若会晓唱闽南歌，赶紧提起电话来报名。报名电话22175520，到时会通知你来参。关心闽南文化，就从囡仔唱歌开始。唱歌饼输赢，是听你动员歌痴梦。赶紧来报名，报名电话22175520。我推荐福建经贸学校，你实现人生奋斗目标。福建经贸学校欢迎你。童装的世界，孩子的衣橱，挂机柜，潮流童装。最后一轮的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，有2位选手来争夺咱的冠军，就是一位思海，啊，搁一位是田小林10号选手。咱心目中的这个第1名冠军到底是什么人呢？嘿，赶紧这个手机啊摕起来，922加上这个选手的编号发送到10628882。是，你猜中的冠军的编号发送到10628882。我将会在下礼拜初赛的时阵来选出一位幸运的观众，可以拿到泉州全屋商标提供的甲咱2188块的山水抽油烟机一只，所以赶紧来投票。是，首先要邀请的是4号选手思海参赛的歌曲是《卡达车》。驶来驶去，骑阮的脚踏车，等待你下课，陪你每天做阵行。轻轻心内话，伴着车轮脚踏声，阮的希望拢寄伫遐。树顶的鸟仔不时来偷听，听咱谈恋爱快乐约会的心情。阮的纯情梦，为你每天放伫这，欢欢喜喜陪你做阵行。洗啊洗啊洗，洗着咱的爱，打呀打呀打，打着青春较期待。
甜蜜的滋味掺着咱的爱，阮会永远藏在心内。说来说去，听阮的脚踏声，等待你下课，陪你每天做阵行，轻轻心内话，伴着车轮脚踏声，阮的希望拢寄伫遐。树顶的鸟仔不时来偷听，听咱谈恋爱快乐约会的心情。阮的纯情梦，为你每天藏伫这，欢欢喜喜陪你做阵行。说啊说啊说，说着咱的爱，搭呀搭呀搭，搭着青春甲期待，甜蜜的滋味掺着咱的爱，阮会永远藏在心内。说啊说啊说，说着咱的爱，搭呀搭呀搭，搭着青春甲期待，甜蜜的滋味掺着咱的爱，阮会永远藏在心内。10号选手郑少林，心头肉。船若要靠岸，就爱做顶头；我若要出外，上烦恼是妈妈。身躯一领衫，想你双手一针一线，人生一条路，一步一步跟阮行，一年一年甲阮吃。我若扫你心痛，我若要你不甘吃，我若哭你的目屎落一杯干，我若跋倒，亲像针插你心肝，我恨什么命？我介意什么命？我怨什么痛？搁较痛，嘛是因为我是你的心头肉。船若要靠岸，就爱做顶头；我若要出外，上烦恼是妈妈。身躯一领衫，是你双手一针一线，人生一条路，一步一步跟阮行。一年一年甲阮吃，我若扫你心痛，我若要你不甘吃，我若哭
你的梦散了一杯淡，我若跋倒，亲像检测你心肝，我分什么命？我甲伊什么命？我怨什么痛？搁较痛，嘛是因为我是你的心头嘛。我恨什么命？我甲伊什么命？我怨什么痛？搁较痛，嘛是因为我是你的心头嘛。请评委老师为咱的4号选手思海来拍分。是，看伊的分数。来，咱看思海的分数：95.60分、95.50分、95.40分。思海平均分数是95.50分。哦，伊行一条，你知影？嘿，真的是95.50分。95.50分，小林你的分数只有超过95.50分，才有法拿到今仔的冠军。是，小林有信心无？有人在替退回答了。有啦。来，请评委为小林拍分。我来看卖看你分数：95.70分、95.60分、95.50分。小林平均分数是95.60分。所以咱的冠军就是小林。好，谢谢思海，谢谢。恭喜10号哦！恭喜！名声上好看，唱歌变输赢，愈唱愈出名。今仔个冠军是小林，观众朋友猜到无？是。咱的节目就到这啦，再会。再会。下礼拜参赛，咱再来抽奖哦。恭喜！恭喜！耶！人生一条路，一步一步跟阮行。一年甲阮情，我若受你心痛，我若要你不甘吃，我若靠你的梦散了一杯淡，我若跋倒，亲像检测你心肝。我恨什么命？我甲伊什么命？我怨什么痛？搁较痛，嘛是因为我是你的心头嘛。